2015年文憑試數學科卷2第28題。呢一題咧就俾咗呢一幅圖我哋，然後問我哋一名學生擁有3條鎖匙嘅概率係幾多？好啦，咁我哋睇翻呢一個圖表，呢個圖表其實就話俾我哋聽，擁有1條鎖匙嘅學生嘅人數咧就係有12個。而擁有2條鎖匙嘅學生嘅人數咧就有16個人，而擁有3條鎖匙嘅學生嘅人數咧就有8個，而擁有4條鎖匙學生嘅人數咧就有4個，而擁有5條鎖匙嘅學生嘅人數咧就有4個。咁呢一班學生嘅總人數咧就有幾多個咧？就有12加16加8加4加4咁多個人。咁總數夾埋咧就有44個學生，而擁有3條鎖匙嘅人數咧就係有8個，咁所以佢嘅概率就會係8除以44，即係11分之2啦。